珠海有翻咁靚嘅 view， 一線嘅中心湖景，望翻成個花園景觀，而且仲要係現樓現證嘅加8方精裝大3房單位，南北對流雙露台，當下最熱門嘅戶型，重點係零首期可以拎包入住，仲要送埋全屋嘅家私電器，同埋中央冷氣俾到你嘅，直接可以拎包入住啊！辦埋手續就可以拎包入住噶啦嚇。嗱，而家睇翻呢邊生活露台，望翻成個花園景觀嘅晾洗衫喺呢度，絕對冇問題噶啦。入邊就3間房，嗱，感受下周邊嘅配套非常成熟齊全嘅，5分鐘可以到翻華發商都噶啦。買嘢食嘢啦都係方便嘅，4個字車程咧就可以到翻關口噶啦。無論過翻香港啦、澳門啦都係方便嘅，而且有翻門口有翻港澳直通巴士，可以直達翻去香港嘅荃灣、太子同埋尖沙咀嘅，實測個半鐘可以到噶啦，方便快捷，現樓現證，零首期，拎包入住。有興趣嘅港澳街坊朋友留言俾我。